歡迎嚟到字裏人間嘅 channel， 呢個係一個新嘅系列經文與生活 Bible Devotion Vlog， 將經文連接生活，短短幾分鐘，同你一齊經歷神嘅話。弟兄姊妹，你有冇試過望住身邊你最愛嘅人、家人、朋友，見到佢哋越走越遠，甚至迷失自己呢？你知佢哋咁樣做會傷害自己，但係講幾多次都冇用。嗰一種痛心嘅憤怒，可能就係神對世人嘅心情。雖然我哋唔能夠完全咁明白神，但可能咁樣我哋會稍微體會到神嘅心情。保羅話：神嘅憤怒從天上顯明喺一切不虔不義嘅人身上。好多時候我哋聽到神嘅憤怒，就會覺得神係好暴躁或者好想懲罰人。但係聖經講嘅憤怒唔係報復，反而係一種愛嘅反應。神見到人明明知道真理，卻係偏偏選擇虛假，佢痛到要去發出聲音。今日嘅世界好多現象都顯示人遠離咗神，道德價值觀嘅崩塌，網上充滿仇恨嘅言論、假嘅消息，年輕人失去方向，連性別都變成可以自己決定嘅事。社會所追捧嘅一啲嘅文化，有人可能會花好多錢去追偶像、應援、模仿，但當明星出事、吸毒甚至係自殺，成千上萬嘅人就陷入情緒嘅崩潰。呢個時代唔再問乜嘢係真，反而去問我中意就得啦。呢啲正係羅馬書所講嘅不虔不義，人唔再尊神為神，反而用自己嚟代替神。神嘅憤怒其實就係一個警鐘，佢唔係要去滅世，而係提醒我哋，你哋正係行緊一個錯嘅方向。保羅亦都講得好清楚，佢哋明知神卻不榮耀他為神，也不感謝他。人類最大嘅罪唔係唔知道神，而係知道卻係選擇唔去理會。古時嘅人呢，就拜偶像，今日嘅偶像可能就係自己，拜名氣、拜金錢、拜成功、拜安全感、拜其他人嘅認同。社會成日講要做自己，但係做自己變成我想點就點，結果自己就錯咗喺神應有嘅位置。神唔再係中心，反而我就變成咗神。保羅話佢哋自稱為聰明，反成了愚拙。呢一句嘅說話正係今日嘅寫照。人類科技再先進， AI 再聰明，但人心反而越嚟越混亂，越嚟越孤單。人雖然有知識，但係變得冇智慧；有自由，但係卻係冇咗方向。保羅喺經文3次講到神任憑我哋，呢兩個字其實係全段最驚心動魄嘅字。任憑唔係神失控，而係神放手。佢唔再阻止人犯罪，唔再提醒，唔再干預，佢俾人親身經歷自己選擇嘅後果。呢個先至係真正嘅審判。就好似父母見到個仔死都唔聽，只能夠放手一樣，唔係因為佢唔愛，而係愛到極點嘅一種痛心。今日社會道德嘅崩潰、倫理嘅混亂、家庭嘅破碎、國同國互相嘅攻擊，其實可以淨係體現神嘅任憑。C.S. Lewis 咧講過一句嘅說話，佢話地獄裏面嘅人就係嗰啲對神講我要照自己意思行，而神就同佢哋講如你所願。神嘅憤怒有時唔係火燒雷劈，反而係因為佢沉默。當神唔再出聲，人以為自由，但其實正係陷入最深嘅捆綁裏邊。不過羅馬書唔單止停喺憤怒呢一度，保羅早喺第17節已經講咗出嚟，神嘅義正喺呢個福音上面顯明出來。神嘅義唔單止係審判，更加係佢信實慈愛嘅拯救。
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面被任憑，佢親身經歷咗最深嘅孤單。佢講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佢被任憑，係為咗今日我哋唔再被任憑啊！佢承受憤怒，叫我哋得着憐憫。神冇放棄世界，反而係自己嘅犧牲打開咗救贖之路。今日神問我哋：你要繼續任憑自己，定係回應我嘅憐憫呢？我哋未必拜偶像，但有時候我想要嘅生活，或者拜別人眼中嘅我，呢啲都未必係錯。但若果我哋係為咗迎合世界而遠離真理，就會變成咗任憑自己。弟兄姊妹，神嘅憤怒唔係要我哋恐懼，而係要我哋醒覺，佢仍然去呼喚返嚟啦，我仍然愛你。佢嘅憐憫永遠大過憤怒。世界越黑暗，我哋越需要上帝嘅光。主啊，我哋承認自己成日明知故犯，追隨世界，崇拜自己。求你唔好任憑我哋，求你用你嘅憐憫去喚醒我哋，俾我哋喺混亂嘅時代仍然活出屬於你嘅真理同埋愛。奉主耶穌嘅名祈禱，阿門。多謝你今日一齊收聽經文與生活，盼望神嘅話可以喺你心入面成為力量，幫助你活出真正嘅身份。如果你覺得有幫助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想聽完整嘅信息，記得嚟呢個 YouTube 嘅 channel。如果你想有更深入嘅筆記，可以去 Patreon 下載，連結就喺個資訊欄嗰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一齊繼續喺經文入面活出生命。